学哑语。把宁波也中飞航阵，我闹颠嘎。把就是而且不管是宁波也中，飞航相向，飞航阵。相近，我短我，就是个我，反正就是我闹。这个段子呢，它不一定是读汉语的这个段子，它不具体是读脑还是段不一定。这个苗语也叫闹，苗语叫闹，段也叫闹。颠嘎木架呀，出动到在内行，我就写的这个到在内行。把就是不把就是而且他们也中，一中就是观众，就是发现的观众就是全部的意思，观众也中就是观众，就是观众。飞航阵相近，就是相像的意思，飞航的相像。飞航阵窝闹窝断，就是把一个铁丝把它窝断了，窝断窝闹。这个老字呢，它这个段子到底是读老还是读断，这个不一定，因为苗语中也是这个闹也是断的意思，是汉语这个对不对呢？不一定。我那颠嘎木架，它这里的木架呢，就是指这个枷锁，就是古代不是给犯人戴这个枷锁，木板子戴在头上的那个木架，颠嘎木架就是枷锁的意思，就是个枷锁。呀，出这个方言，有时候接个绳子或接一个皮带，或者接个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也解不开的时候呢，我也用气，然后就把它震断了。这个出呢就是方言也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一种，就是这样，出的是方言，出都在内行。都就是绑着的，他身上绑一个绳子，然后弄不断，怎么办呢？用气，当然有人有气功，他是能把它挣断的，但是没有气功的话也是挣不断。有气功可以把身上绑着的绳子给挣断的。都在内行就是绳。就是个绳子的绳，而且它们全部相近，窝断这个木架也出脱，出就是挣断的挣脱，出到这内行，就是也挣脱绑着的绳。这个出是个方言，这个窝也是的，方言什么呢？窝断它，把一个铁丝窝断它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会说汉语，汉语没用。把宁波也中飞航阵，我闹颠嘎也出都在内行绑着的绳，也这个挣脱。
这就是粗，方言就是个粗。哎，我都说普通话，我会说普通话。就是说方言消失了吧，他们就不会，他们学不会。哎，有些人他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毁灭一种文化，毁灭一种文明。